咁啊5月7號我就對呢部 VMC 190GP12嘅車做咗避震嘅設定啦。咁啊都好繁複嘅手續，我將佢拆落嚟，然之後帶翻香港喺自己工作室搞一輪，然之後帶翻上去中山嗰邊做測試。喺呢個6月1號5月30號6月1號時間唔記得咗啦，嗰一個禮拜日去做測試嘅。咁啊明顯地好多。以往逢親出彎就會開少少油門都好啦，都會打滑嘅情況咧，依家完全冇啦。你可以選擇開多啲油門，特登去打甩個尾胎，令到佢打滑啦，或者開少啲油門順住隻彎出，唔好俾個尾胎打滑。依家都可以選擇嘅，以往係冇辦法去咁樣去做嘅。咁啊，車頭亦都改咗嗰個油壓嘅配搭，同埋換咗啲更加硬嘅彈弓啦。咁我尾甩起上嚟嘅時候咧，你睇到我隻手對嗰個車頭嗰個導向性咧，其實係更加好嘅。我更加容易控制到個車頭嘅。喺左右反身嘅情況底下咧，一個左嘅傾角，然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佢想轉右嘅時候咧，支尾避震同埋頭避震咧會伸展啦。咁然之後再入咗隻油彎之後再壓縮啦，呢個過程係之前冇呢一個幫助嘅，依家係有個好明顯嘅幫助，個尾可以撳住個車頭，唔好俾佢升起嘅。而我喺舊嘅避震上面，我未試過轉呢隻 T5 T6可以轉得咁爽嘅。咁啊，暫時依家呢個避震嘅設定都係一個初步嘅版本，可能今年年尾我會拆多次再做嘅，咁啊可能會做一個更加好嘅版本俾大家咯。咁啊有 VMC 嘅朋友，大家可以再繼續留意我會俾多啲更新資料你哋嘅。多謝，拜拜。